喺澳門想創業，但係資金唔夠，咁你應該點算呢？ Hi guys, it's Sandra time.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接住落嚟，我要講呢啲小貼士，你聽完一定會對你好有用，因為呢啲貼士適用於大部分試錯成本不足，但係擁有創業夢想嘅人。第一就係要明確你嘅目標，你要清楚你係為咗啲乜嘢去打工。你而家打緊工，唔係為咗生活，唔係為咗混日子，係為咗偷師學藝，係為咗累積經驗同埋資源。如果你連呢一條目標你都唔明確，又或者喺行緊嘅路途上唔記得咗，翻唔到轉頭，或者係行緊喺呢條路上面迷咗路嘅話，你只能係眾多掙扎者之一啫，永遠都會活喺你自己嘅痛苦同埋糾結當中。第二就係注重過程，一定唔好亂戰，亦都唔好過分在乎結果。你掌握咗過程中嘅一個經驗，熟悉咗入邊嘅遊戲規則，你學到嘅嘢就會變成你嘅墨水啦。唔啱你就做第二樣，然之後喺你擁有咗一定嘅資源之後，你一定要諗下辦法，點樣去跳槽，又或者去調去其他崗位。你需要嘅係學到嘅嘢，而唔係同事嘅讚美或者上司嘅好感，又或者係諸如此類嗰種情緒價值。第三就係想盡辦法去跳升啊！但係跳升嘅原因係乜嘢呢？就係為咗學到更加多高層佢哋嘅視覺同埋工作嘅範疇，而唔係為咗加人工或者提高你嘅職位。第四就係要擁有創業嘅心理，要擁有創業家嘅心態。當你懷住創業家嘅心態去打工嘅時候，你看待問題嘅角度同其他人都係會唔同嘅。你就會發現喺職場入面有啲人講啲有意義嘅嘢又好，冇意義嘅嘢又好，你都一無了結。你唔會再抱怨加班，你唔會再抱怨吃虧。從一開始你所做嘅所有嘢都係為咗自己，為咗你想創嘅業去準備。第五就係咩啊？你一定要謹記時間就係你嘅金錢，你要珍惜你嘅時間，你要老闆嘅心態去要求自己，唔可以懶，因為你要知道，不管你有多努力，永遠都會有人比你更加努力，比你可以食到更大嘅苦頭。努力一定係你嘅前置條件，你亦都要喺呢個學習嘅過程中睇準邊啲先係時代嘅紅利，要順勢而為。